荷兰美声歌手 Martin Hawkins 温暖的歌声，互大咖的观众听甲入迷。也有韩国少女时代成员小渊热情的舞蹈，虽然因为疫情不得已透过线顶转播，不过依然互歌迷留下深刻印象。这侪歌手去年参与台市政府所举办的圣诞跨年活动，拢严格遵守居家隔离等相关的规定，才参与演出。不过，这款的经历，伫因回国以后，却纷纷伫媒体学了台湾的防疫。毛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做了上成功的外港宣传。2020年，我们本来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好邀约的，因为我们2019年办得成功，所以想说2020年应该办得不错。结果想不到，因为疫情的冲击，反而很多艺人都不愿意来。本来已经有意愿的、已经密切联络的艺人，他们都后来说啊，因为疫情的影响，他们不便，因为没有人希望来这边被关14天，甚至还要7天自主管理，回这里国家又关14天，又7天的自主管理，这样加起来就已经42天了。一年的演艺生命不长，艺人的一年才365天，结果这42天就要错过很多重大的这个表演了。所以说很少人愿意来。那我们很感谢这个马丁跟 Mary Jace 跟孝渊他们愿意来台湾，而且这个回到国家之后帮忙台湾做了很好的国民外交跟宣传，让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这些接触他们的这些粉丝其实不是我们平常接触到，因为演艺圈有特别他们自己的一个族群，所以说他们在他们的粉丝以及观众中间替我们台湾做了很大的国民外交，这点是非常谢谢他们的。市长进一步表示，歌手在伫媒体分享台湾严格防疫，嘛讲到家己到台南表演的心情，特别是全球拢受疫情冲击，结果伫台南可以当过正常自由的生活，因感觉不可思议，相当感动。台南新闻钟汉采访报道。